启明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启明新声》直播。COVID-19 的疫情呢，使得我们大家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哦。那除了说咱来挂这个喙安以外，吼，点在防疫措施，然后前一阵子呢，因为这个疫情比较较严重哦，所以呢，变做讲袂当伫外口食物件，啊，大家吼就变做讲，买倒来厝来食，啊，伫咧厝内要安怎呢？家己煮，啊，有的人就是黑白煮黑白食嘛，吼，啊，有的人呢食了。啊，伫咧出来，佫无法度运动啊，所以假如在呢，这个体重可能就直线上升。那有些人在家里呢，因为平时也没有在煮啊，或者是煮的时候也不注意，所以呢，这个健康方面哦，就疏忽了，那吃的就不太健康，不太营养。所以呢，其实在这个后疫情时代，然后现在疫情渐渐趋缓，那大家也认为说，其实这个宅食经济是正夯大家已经习惯说，我不一定要在外面吃，可能我自己在家煮，但是呢，在家里煮怎么吃的健康，然后吃的营养呢？这是大家都很想知道的，也是必须要知道的哦。那正确的观念应该要怎么来了解呢？我们今天特别要请到呢，在这个推广这个养生保健之道相当专业的团队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就为大家来做个介绍。来，我们先要来欢迎的是宏威科技集团的创办人谢晋兴博士，欢迎你。大家阿曼，大家好，谢谢。好，接下来这位是宏威科技集团的总经理谢宗宪谢总。启明新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接下来这位是客服部的经理，同时也是非常专业的营养师跟讲师哦。我们欢迎洪秋雅营养师。观众大家好，非常欢迎三位哈。那我今天看到这个我们两位这个创办人跟那个总经理哈，发现说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发现，在去年底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创办人呢出了新书，我访问过他，但是他现在为什么看起来更帅了？因为他瘦了很多对不对？对。创办人瘦了几公斤啊？我大概瘦了12公斤。哇，12公斤！你看这个哇，真的气色变好，人也变帅。那我们总经理你也变瘦，对不对？对。你瘦几公斤？5公斤。哇，也是很多因为很多人在疫情这段期间尤其从5月到现在，相信很多人这个体重都是直线上升。你们还可以减，真的是不简单呐那当然就是说，看你们气色就知道有减重下来，而且呢又非常的健康，气色很好。对，所以呢一开始我就要请教在那冲板林，然后就是这一段其实我们知道你一直在推广，从这个足弓矫正器开始。然后有一系列的养生保健的东西都是你们宏威科技非常非常大力推广的，然后推广这个养生之道。那其实卡到了这个疫情时代，之前你们有推出一些防疫相关的产品嘛？那这一段期间，因为台湾就是爆发之后，哇，可能让你们也有一些感触，对不对？所以在推广养生之道这方面我想创办人是不是有新的一些感触，跟我们大家做个分享？好，谢谢。我从事这个养生保健的工作已经，从1985年到现在那断断续续我们接触很多商品譬如说那个传统的中草药的啦，像灵芝啦、若界的蜂王乳、花粉啦，人参粉啦，科技的这些那个生物科技生产的啦，那还有我们本身目前推广的这个所谓医疗器材。这种养生保健，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是身处疫情混乱之势嘛，全世界疫情还是蛮严峻的，对，只有台湾现在算是，讲实在，我们身为台湾人，应该是要好好感谢政府啦，那因为我们在台湾现在能够过得这么自由自在，而且心里没有负担的一个生活，我想这个。台湾的 CDC 应该是值得我们大家的佩服，跟这些医疗团队各地的这个医疗院手了真的谢谢他们。那在这个疫情之下呢，刚好有个机缘呢，因为我们知道 COVID-19 在最主要是伤害我们的肺部嘛，那之前我们公司我自己就有知道有一个产品对肺部非常好，那因为它价格比较高，所以我就做了一批呢。如果有人有那个问题，我就送给他试试看到底有没有效就是会咳嗽啦、感冒咳嗽，专门对肺部有问题的。那结果反应非常好有的已经咳到都不能睡觉了大概用了几天以后，他就说改善很多。那疫情来的时候，我想
跟这个原来的研发团队在说，将来这种 COVID-19 如果根据 SARS 的经验，它是肺部嘛，所以我就想，如果这个产品能够提升对肺部加强功能的话，那因为这个团队本身他们的过去就是专精在另外一个领域，就是所谓那个生物信息的这个领域。那我本身呢，因为我的背景也是学物理学电机那他们在讲的这个论述呢，我基本上是听懂，但是不知道说它到底什么理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值得呢，我们把它采过来，让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当预防重于治疗嘛，大家朗朗上口啊。是，所以我们就开始进入所谓生物信息这个产品的领域。但是因为疫情之下呢，刚好我在去年的11月底，如果我没记错，应该去年11月30号，我去听了一场演讲。那场演讲呢，事实上就是奇美医院的那个一个曾医师呢来帮我们演讲。他主要演讲内容就是在讲那个他是肠胃科的主治医师嘛。他讲的内容就是如何来养生保健，透过所谓168的这个方式。那我做保健这么行业，事实上很多人都一直要求，公司应该来推出一些减肥啦、瘦身的产品。但是我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可以让我们对健康有加分，而且可以减重的这种论述跟理论，我不太想推，因为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减肥可能身体会伤害啦，可能会怎么样啦，所以我就一直没有那个兴趣。那听完曾医师的演讲，我觉得他讲的论述我都听懂，而且是有道理的。那我们刚好那个时候呢，公司已经有在进入信息能在研发的一些产品。所以就这样一个在疫情之下呢，这个外面的业务就比较少嘛，所以就比较有专注的精神呢，在内部。那刚好公司呢，我很幸运的碰到我自己大学的一个学弟，但是他是我们成大电机的博士，他到我公司来一起努力来合作。他在所谓这种生物信息方面是一个专家中的专家，所以我就把这个 idea 跟他讲，我们接下来我自己要来落实168，所以我是从去年12月1号开始做168到今天，基本上我应该没有中断过，而且我们公司推广的168是每一餐都吃的，是所以不用考验你的毅力，而且可能吃得更好，但是它一样会减重，一样会健康，这方面呢，我们营养师比较专长，来给各位来做一个说明。那我主要再来谈说，为什么我们现在除了168这个以后，我们有一个真正我体会到的就是这个一切都是为了健康，健康是自己的大事。如果你要不要健康，你千万不要去怪别人、怪家人、怪什么，是你自己才是你自己的主人。所以你一定要家己要想办法，我要怎样来改善我的健康和身体。但是这个过程，因为我做健康这久，卖过、用过、参考过、了解过这些物件，我因为公司咧行这条路，等下我来介绍，我推出一款产品，我要去体会就是讲，养生保健为厨房开始。咱的厨房开始养生的重镇从饮食中，咱会当再吃3顿，咱就会当预防重于治疗，顾健康，这是上根本的，上根本的。我要去体会的这项，为什么会体会这项呢？因为在这个信息的规定呢，阮公司有推出等下解说这个全世界上界科技的168信息能的这个科技酱油，过来阮有推出168信息能的这个水饺，这那真正不是只臭蛋啦，你若食到你就知影什么叫水饺啦，真正我若差不多一天2天无食，我拢会想呢。像我拄我要来吃进前我家己煮8粒先食一个来讲。因为尤其我在7月份我去美国一趟嘛，就每天都在想水饺。
哦，因为不能带，因为它是冷冻的。对啊，所以这个就是真正那因为这个概念呢，我去理解到现在的饮食方式外食太多，你拢讲我靠嘛，因为台湾是美食王国嘛，嘛是肥胖王国，咱亚洲台湾是第一胖啊，当然你就知影偌肥啦，OK 过来夜市啊，足济啊，拢好食面啊。后来因为我们公司呢有推出一个168信息能的Omega Plus 的黄金酪梨油，伊产品是为法国甲美国进口的。较你了解讲，哇，原来咱逐工咧食油啦，造成咱身体这个伤害，咱唔知啦。因为油内底有 Omega 3啦、6啦、9啦，甚至有足特殊健康的 Omega 7。所以咱为什么即卖人这个病症，譬如讲癌症，原来咱就是长期有可能食唔对物件，还是唔对的时间食，互咱体内慢性的发炎，较知影油的重要。结果咱即卖无法度啊，因为咱食外口，咱哪有法度去干涉外口的餐厅用什么油？尤其我敢若想着讲，咱的孙啊去学校读册，食遐营养午餐，迄拢有预算的呢。迄预算无介济呢，伊哪有可能甲你用迄个好的油，袂对身体伤害的油？我看真难啊，莫用地沟油就袂歹啊，咱坦白讲。所以让我兴起一个，那放观台湾所有的餐饮界，好像没有这些连锁大咖啦，什么王什么的什么这个泰式料理的这些啦，好像没有一家它真正以养生健康的一个理念来提供给消费者，而且很清楚的有完整的论述。后来我又去了解，咱台湾今嘛在读书拢爱科技啦，丙级跟乙级，问起来讲，他们的重点不在这些厨师懂不懂营养到底懂多少。我安尼，咱伫外口食物件。甚至咱若唔捌，咱家己食就无保障啊，所以才让我兴起我们自己要来所谓一个宏威信息能量子科技呢这种厨房，包括厨房设备，我们一些基本的东西。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公司呢，就会一步一脚印呢跨入就是以养生保健为主题的这种科技厨房来。在由台湾开始做直营加盟的一个方式，从现在开始，我们正在紧锣密鼓的规划当中，期望呢，有朝一天呢，能够赶快呢，跟所有的好朋友，尤其我们大台南市民，我们前岛，包括离岛都有可能，这些好朋友来了解我们到底是提供消费者是什么样的一个以养生保健为主轴的一个饮食方式，先跟大家分享，报告到这里，谢谢。哇，所以这么养生保健的厨房即将要诞生呢，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熊东的期待啦哈。那刚才就是创办人立武来攻点这个信息能，那很多人会说，到底什么是信息能呢？这个部分你刚刚大概说明一下。事实上，我们要去理解，因为这个东西事实上知难行易的。因为我们首先谈信息啦，就是说我们打个比方啦，咱台湾人还是全世界拢共款，做者民俗疗法，你袂使讲伊无效啦。譬如讲咱台湾人过去收惊，囡仔惊就收惊，是安怎有效？话讲那个风俗啦，什么迷信啦，什么碗糕啦。拢无法度讲一套论述出来，甚至咱这夜乡拜拜的人，咱看到这迄个神明福星，不可思议，对不？这到底是什么？像我自己有亲身的那个经验，等于讲，当然这为信者恒信，不信者不信啊。那因为这个亲身经验，因为我们之前公司要去办了一个旅游，在还没有疫情之前，所以我们就去日本考察。那日本考察的话，因为我们是要坐邮轮，所以有2个岛，一个鹿儿岛，一个广岛，要靠那个新梦号的那个邮轮。那我们就去广岛去考察，
结果广岛大家都知道那个原子弹的那个研爆点嘛，我们去看那个公演。那因为我们不是日本人，也看不太了解，当然没有那么严肃了。讲实在所以就可能不够尊敬在看那个研爆点嘻嘻哈哈又拍照啊，又嘻嘻哈哈。是。那当这个我从来没有这个经验当我上车子的时候，我整个人受不了规个那戆他站不掉我本身是坐什么车都没行的，包括坐船都没行的啦，叫起来戆啊站不掉那我太太就提醒我说，那赶快打电话给台湾，我们有一个好朋友柯老师说从视讯叫他帮我诊断一下结果他马上说中了而且就是说中了，而且透过视讯，他马上帮我咱去庙里咧收惊安尼啦收的真好去真好去所以这个就是说还有很多经验我现在这种经验很多像咱即马台湾人做这样啦，生皮蛇皮蛇你也叫压起来而且注射嘛袂赴结果用很多民俗疗法，什么斩皮蛇啦，什么围啦，安怎都好个而且等筋呢，皮蛇一般做歹等筋呢。那请问各位观众朋友，这个叫什么？那现在这个可以透过量子力学所谓粒子，每一个粒子都会自旋叫做粒子自旋场。那自旋场呢，它就有动能它这个动能呢，如果作用到我们哪个经络、哪个器官那个就所谓信息信息。我们都知道中医啦，咱中医在治病，过去中医伊绝对不爱讲这中药内底什么成分，所以也好，伊会治疗啥咱中医拢讲伊在顾什么？像我们都知道，打开中医的书，像那个人参，伊就是安那归经什么经，像心经、肺经这个肾经，这个就是人参归经。甘草也是有心经、肺经。所以所谓这个经络就是一个气所以信息呢，这种东西呢，事实上我们日常生活都用得到，但是你要了解那个理论很难，因为这个是20世纪初的产物从普朗克的量子力学开始延伸到近代慢慢所谓粒子这个我们就所谓夸克这个出现以后现在才慢慢科学才慢慢被证实。那打个比方呢，在欧洲呢，在19世纪，大概1755年，出现一个德国的一个医生，就所谓我们都知道，有些人听到应该叫所谓顺势疗法这个的一个医生，但是这个在全世界来讲，有的国家就不认同，但是人家在德国、法国、瑞士，他这种药是属于怎么样？那个他们国家政府卫生单位是可以健保给付的而且已经200年了。所以可以由此可见这个东西呢，它真的是存在是存在的。所以我这边有一个看板呢，要提供各位做参考。是很多人都在问我们红微信息能是什么挖哥啦？其实来讲，伊就是红微信息能就是讲生物信息。就是我讲的一个量子自旋场Thomson field 的一个场，它作用在你的经络，它好像一个指令。我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有电脑，电脑你要运作，它最起码要3个：第一个它要有硬体，第二个它要插电，没电你嘛要点滴，第3个一定要有软体，其他程式缺一不可。那以现代人的养生保健根据我们台湾这个物理界的大佬陈国正他的理论，就是咱人要顾身体，第一要物质，你要食物件，第二你食的物件要转换能量给你用，要有能量。第3要有信息，要有信息。那这样的话，如果在网上就是所谓心灵宗教，那过程所谓身心灵的领域。那我们公司负责的部分没有到灵，我们只到什么物质、能量、信息。所以呢，我们的宏威这个信息能的产品，就是我们公司呢，透过我们已经有自己研发，这个外面没得买，
我们自己研发有那个设备，而且我们也去找出很多产品的信息，包括中药的信息、西药的信息，那个衍生物质的信息，是对人有健康的哦。我们把它做成一个母体的一个晶片，哦，就是讲母片的对啦。将来这个母片呢，咱需要哦，譬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候168产品，实际上我们就有168母片的信息。如果我们这个产品是要作用到，因为168的信息主要就是照顾肠胃跟燃烧脂肪啊，哦为主要它的功能。那这样的话，只要我们这个产品，透过我们这个设备跟机器，把这个信息转植到这些产品，它原来没有的就变有。但是要被受体的产品，它要有条件，你大行拢有，因为要看伊内底成分，哦，它能不能当为载体？伊若无得当载体，你要把这个东西灌给它，你嘛灌没了啊。哦，像 USB 的话，你要有容量啊，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简单来讲，讲我们各种不同功能的信息能的装置，再经公司的什么？哦，载入转植到公司各种不同的产品，以增强宏威产品与众不同的独特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们从去年真正推出这个168产品，应该是今年嘛？我记得是今年3月第一个产品是酱油，我们168信息能的酱油。哦，再来就是水饺嘛。哦，咖啡，接下来就是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要推168那个间歇性断食嘛。哦，那我们很多人怕饿肚子，所以我们就开发它的 GI 跟 FII 趋近于0，哦，就是不会启动胰岛素的这个产品，让你可以当早餐来吃，所以你袂去夭掉啦。所以你若真正有要控制体重的吼，保证来阮家吃饱饱，哦，啊体重会减，啊过来吼身体会好，因为它全部都是养生保健的用品。哦，而且都是没有任何化学的成分，哦，所以这个就是值得大家来了解。所以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专长，有这样的技术，所以我们不断在突破。所以我们公司现在信息能的产品，从食品，现在已经延伸到什么用品就用的都有。所以我这里要秀一个呢，我们下个月才会正式量产推出的一个产品。这东西我觉得真的可以造福只要小孩子，现在的人因为3C 滑手机，所以当我们人的头啊，正常人的头的重量是5到8公斤啊。哦，啊你若不相信，无你扑克称看卖啊。哦，啊咱5公斤就好，你正常的时候5公斤，当你往下垂，它就变12公斤。当你弧度到好像到45度的时候，你的头的重量会变27公斤，这科学都有研究。哦，啊，你囡仔滑手机，那滑手机一点孤乐嘛。哦，那这个东西呢，你不要小看这一支是高科技。所以你看这个，把它弄在这里，有点像护颈哈。对，护颈。对。啊，你基本上在滑手机，你给它刷来加。你压没到嘛，会很舒服。OK， 而且这一支是什么？信息能，它里面是有远红外线，甚至有最夯的，我们真正有添加的石墨烯的材料在里面，而且里面这个软的是天然的乳胶，哦，天然的乳胶，哦，所以我们呢现在刚刚有一些样品，请给很多人试，大家反正耳朵该得记啦，讲伊咧暗时啊困创啥，最好用啦。这个里面呢，我们有做2次的信息的转植，这个东西呢，我保密一下，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现在从食品，进入到用品，将来还有更多元化的用品，我们希望呢，我们公司的努力呢，可以造福呢全人类的健康向前迈进。谢谢。哇，谢谢创办人这么仔细跟我们讲这个信息能哦。所以大家呢，除了看到这个即将要产出的这个产品以外呢，现在已经有的产品有哪些呢？我们是请谢总来帮我们做介绍。好的，那所有的我们的现在的168系列的产品呢，其实都有，所谓168其实就针对我们的间歇性断食法的概念。
对，那所以它也是食用的东西。所以我们的性行人呢，其实它就是针对我们的肠胃功能，还有一些减脂的瘦身的一些信息在这里面。是。那其实性行人，其实我们好比说，我们这些产品其实它都原本有它的原本的产品的营养功能性存在。那再加了这个信息进去呢，就好比说这个信息人，它好比是一个那个所谓的导航，车子的导航一样意思。其实我们这些产品的功能，它的都有它的元素在，只是这些元素的时候呢，我们给它加入这个信息的导航在这里面，所以就针对所谓的减脂，还有所谓的瘦身，还有所谓的那个所谓的让你肠胃比较舒服的一些信息在这里面。所以在一开始3月份的时候，我们就第一个产品是我们的酱油。那这个酱油是我们纯黑豆纯酿的酱油。那我们日铺了180天。然后但是有人觉得酱油它其实跟外面市面上酱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差别性。但是我们有所谓的信息是在哪里？在水。我们的水呢，就是拿去我们的酱油工厂，去做所谓的纯酿的一个概念。所以这里面它有性行人在这里面。那有酱油，其实要搭配的产品是蛮多的啦。你可以卤啊，可以做，可以所谓的控吧，用对啊，很多都会用到酱油。对，都用酱油。还有一个东西也是很棒的，就是我们的水饺。水饺。对，所以呢，我们就跟我们的在地的台南在地的那个奇美食品做所谓的冷冻熟水饺。是。对，那时候这个水饺是熟水饺。熟水饺就是它在制作过程当中，它已经先煮熟了。所以你在食用的时候是很方便的。有的是冲泡热水啊，或者是像创办人就比较厉害，他是用微波炉就可以吃了。微波炉加个微波加热就可以做，又很方便。那里面有它是用台湾的很好的台湾的猪肉，然后还有我们的纯酿酱油去做的。那有猪肉水饺，还有要照顾到我们的吃素的我们的吃素的这些的群众也是有，所以我们也有这个素食，这是好素食。我们的素食里面的我们把那些再制品啊，把它拿起来都是纯天然的素食在这里面。是所以我们这个也是有，这是熟水饺的部分。那除了这水饺之外呢，在厨房里面呢，除了我们的酱油，其实还有一个东西也是厨房必备的东西，很重要。对，就是我们的油。对，就是油。所以我们有这个信息呢 ，Omega Plus 的黄金6酪梨油。我们说 Omega 呢，我们是用 Plus 就直接升级啊。我们把它直接升级。其实市面上的油它有 Omega 有存在，但市面上的油大部分都有存在一个叫 Omega 6。那 Omega 6呢，如果高温去做烹调煮的时候，它就会产生所谓的慢性发炎。对，所以但是我们说我们店里面没有 Omega 6，我们有什么呢？我们有 Omega 3。Omega 3是什么呢？ Omega 3它是纯天然的一个植物性的鱼油，就是针对所谓大脑部的一个部分 DHA 的概念。那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 Omega 9。它大概还有50% 的 Omega 9。Omega 9主要就是抗发炎。那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其实所有油很少，但是我们竟然有这个东西叫 Omega 7。Omega 7呢，我们占了14.33%。Omega 7是干嘛用的？它是修复黏膜用的，所以对于一些溃疡啊，是有帮助的。是有它的提升帮助。所以呢，它这个酪梨油除了它的酪梨，我们酪梨油它的成分是在法国进口。那除了酪梨，我们还再加一个就是所谓的美国的紫苏籽油。来自美国的紫苏籽油。所以这一瓶黄金酪梨油呢是非常棒的，而且你自己喝的时候其实非常润喉，非常好喝。我知道我常常都是喝油，就直接喝。对，而且它还有做信息。所以它的真的口感是非常棒，而且它信息就是我们168的信息在这里面。所以除了这之外，我们还有呢，就是这个。因为你吃，像我们在提倡168嘛，有的人说168就是16小时不吃，然后18个小时禁食。那有的人觉得说，哇，那个16个小时不吃我会受不了。那所以我们就特别呢，制作所谓的坚果满足饼，就是在16个小时里面呢，你可以吃东西，吃这个。可以吃这个，吃这个，这是满足饼。这个东西就是呢，它就是我们用满足包的，就是我们的满足包的东西去做的，然后里面它是没有任何的人工奶油。而且也没有所谓的植物性的油。那还有也没有什么，没有面粉。没有面粉怎么做？没有砂糖。
对啊，对，这还是要很高的技术，没有砂糖的东西，这所以的技术要非常的高超哦。而且它里面还有3个东西非常重要，第一个是天堂胶质，天堂胶质就是可以燃烧脂肪用。哦，那还有一个东西是洋车前子骨。洋车前子骨就是当你吃进去之后呢，你喝水之后，它就会自然会膨胀，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它就会有饱足感。饱足感会出现。那当然里面还有添加酪梨油，我们的这个信息呢 Omega Plus 的酪梨油在这里面，所以你吃的时候，它就是可以让你可以不会增胖哦，也不会增加所谓的胰岛素哦。那它再来就是它就是还可以有饱足感，可以撑过那个16个小时。哇，对哦。那还有呢，就是呢。哦，那你通常我吃从这个满足饼呢，它其实我们的这个满足饼其实是从这个我们的能量满足包来的哦。那我们能量满足包里面呢，它里面的非常多的谷物啊，谷物非常多，那还有所谓绿原酸。绿原酸在这里面，绿原酸它其实也是个消脂的东西。那除了消脂，就是绿原酸它还有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心肺功能的一个功能性存在。是。那再来就是呢，通常我都会吃这个满足饼，我都会搭配。通常吃饼干要配什么？要配咖啡哦，好享受。要配咖啡哦，你要喝的东西嘛，咖啡嘛，所以我就配我们这绿原酸牛樟芝咖啡。那绿原酸牛樟咖啡的话，它也是有性行能在这里面哦。我称之为这个就是当你喝这个咖啡，其实我都把它戏称就是当你坐着不动也会燃脂。对，因为呢，它里面因为它有性机能在这里面，而且又有绿原酸，是而且它又是牛樟芝咖啡。那牛樟芝咖啡加进去之后，其实对于喝咖啡会心悸、会有点不适的这些它的反应都会减轻，就会减少。那这就是我们牛樟芝咖啡的部分。那牛樟咖啡的时候，它非常好嘛，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把它做成咖啡店，一边开车一边是个这个咖啡店，又可以提神，又可以有瘦身的效果，那不是多很多棒吗？对啊，好方便哦。对，而且里面有添加薄荷，又可以提神。所以我们把它做成一个非常简单方便的一个，让我们可以开车啊，或者可以看你办公的时候想要打瞌睡的时候，觉得泡咖啡有点太烫了，我刚才先吃这一颗，先吃下去的部分。那再来就是呢，我们还有一个性行能产品，就是花青素饮。花青素饮就是比较针对所谓女性的一些包括所谓的尿道感染的一个部分。是。对，那这个花青素饮的话呢，它就是有花青素还有甘露糖，还有所谓的益生菌在这里面益生菌的部分那其实我们的产品非常的多之后也会有陆陆续续都会有研发出来包括我们近期会推出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益生菌升级版。对，我们升级版就是呢，里面添加什么？添加乳铁蛋白。是。还有除了乳铁蛋白之外呢，也有性机能在这里面所以针对肠胃啊，还有所谓的减脂啊，都是有一定它的好处在这里面所以我们这个乳铁蛋白的它的成分的非常多，它有高达95% 的乳铁蛋白在这里面那还有7种的复方菌在这里，总共有425亿的活菌在这里面所以它对肠胃是非常有帮助的。非常有帮助，所以这个大部分都是我们的产品。目前从3月份到现在才几月呢？现在才11月而已。短短这几个月里面，哇，这么多的产品把这个生出来，我们用最迅速的方式把这些产品推出的部分。那其实水饺的部分呢，其实是在于我们在5月份的时候，当疫情很严峻的时候，我们赶快积极的赶快想出来，把这个水饺把它弄出来。听说卖得非常好。对，因为大家都在家里面都不能出门嘛，那水饺最方便嘛，所以我们就赶快把水饺给研发、给生产、把它量产出来。这个也是要感谢我们的那个协力厂商的协助对，这是我们目前的产品的部分。哇，所以这个产品真的很多那接下来要来请教营养师，因为很多人现在都常常听到168。那有的人就是说16个小时不要吃东西，吃8个小时。那有的人168是说16个小时都在吃东西，8小时都没有吃。所以呢，这3个是开玩笑啦那真的有执行这个168的时候，有的人执行下去说哇效果很好，有的人说怎么没有效果，甚至有的人说怎么反而变胖呢？这我们就来请教营养师到底什么样才是正确的168？对，因为确实真的很多人执行168，但是真的有的会瘦，为什么有的不会瘦呢？其实真的跟你在这个8小时的时候呢，你进食的内容有很大的关系。真的，那因为这主要是跟我们的饮食的内容物有关嘛。因为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习惯吃什么呢？吃饭。
吃淀粉类，因为就是会饿嘛，所以你就想说啊，吃饭吃到饱。但是呢，不知道说，其实你会肥胖的，其实很大的根源是什么？是糖类引起的，让我们的血糖、我们的胰岛素上升。我们其实可以先来看一下说，当你在我们这是一个，就是假设你一天进食3餐之后呢，我们可以去看说，你一天的话，你在你的血糖跟你的胰岛素的一个变化的部分，就是说，在红色的是你的血糖，蓝色的是你的胰岛素。你可以看到说，只要在你每一餐，这是早餐，这是午餐，这是晚餐，你每一次进餐之后呢，你就会看，哇，胰岛素上升，血糖跟着上升，你就有3个高峰。那如果呢，你是那种一直不断的吃，那你的高峰就会一直有不断的出现的高峰，所以你的血糖跟你的胰岛素就一直在出现高峰。那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就会让怎么样？你这么多的糖类进去呢，你的身体的胰岛素会分泌，然后想办法先把它变成肝糖储存。那储存之后，它会存在哪里？存在你的肝脏跟存在肌肉。但是呢，肝糖呢，它能够储存的量不多，它只有能储存400公克而已。那你如果吃的它还多超过这400公克的时候，那怎么办？存在哪里？存在变成脂肪了。对，那所以呢，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吃越多，那它储的量就会越高的状况之下，那你就肥胖就会跟着来。对，所以呢，我们在进行168的时候呢，我们希望说可以去控制，在进食期间，我们把它控制在8个小时之内呢，就让它血糖、胰岛素就只有控制在8小时内分泌。那这时候呢，其他的时间，尤其你进食16小时以上的时候，这时候呢，你身体就会开始燃烧，因为身体要利用能量，因为你要活动，你要讲话，即使睡觉也是在燃烧你的能量。对，所以呢，这时候呢，你就会开始把你身体里面的那储存的那400公克的肝糖给燃烧掉。肝糖燃烧完了之后，还没吃饭，那怎么办呢？脂肪就开始在燃烧脂肪了。所以呢，在进行168瘦身的人，如果你搭配这个减少淀粉的食用，你会发现瘦哪里瘦最快？中间这个尾鱼肚，这个是瘦的是最快速的一个部分所以这是一个在决定说你在实施168间歇性断食的时候会不会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刚刚大家一直提到说，我们创办人我们总经理一直提到说，哇，绝对不能让你在这种断食的时候饿到，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就是16小时真的受不了啦，就是时间还没到，可是真的受不了了，怎么办？对啊，可以吃吗？所以呢，我们就会有出现了我们的168的餐包。那这个168的餐包呢，它就是以高纤为主，然后呢，它就是低 GI， 就是不会让血糖上升上升的很少。然后低 FI 是什么呢？大家应该很少听过，就是食物胰岛素指数，就是这个食物呢吃进去比较不会刺激胰岛素分泌的这些食物，所以我们是基于这样子的2个原理来设计的这些产品。所以如果说你在那16小时真的受不了了，肚子很饿，那你就可以来吃我们的168的餐包，可以让你垫肚子，然后呢对你的体重对你的血糖是影响不大的。那当然最重要的是你饿肚子的时候呢，如果你自己可以忍得住的话，你其实泡我们的168咖啡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咖啡这个是它不会去，我们的咖啡它不会去不热量，因为我们没有糖嘛，没有奶精，所以它不会去刺激我们的血糖跟胰岛素。那再者，我们咖啡里面我们刚刚有讲的，我们总经理讲了，它会有促进脂肪燃烧的绿原酸跟天长胶，所以就会让你躺着也瘦。不用动，你光是躺在那里，有这2个燃烧脂肪的东西，躺着也会瘦。那如果呢，你想说这样子喝黑咖啡，口感没有很好，或者是有些人说也胃不盖喝，空腹喝黑咖啡可怜胃也遮。对，那这时候什么呢？我们的黄金洛梨有派上用场了，加进去，对，加进去它就变成防弹咖啡，它的口感非常的温润，而且呢，油脂它是FII 是0，就是它完全不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所以让你可以就是喝起来很好吃，就是喝起来口感很好，又很放心，那就又不会担心这个会变胖的问题。那加上呢，其实你知道为什么你会饿吗？是你的
胃去分泌的一个荷尔蒙叫做饥饿素，去告诉你的大脑说我饿了，我要吃东西。嘿，那所以呢，你借由喝这个黑咖啡，喝我们168咖啡，或者是加的洛梨油的这种防弹咖啡，你只要撑过15分钟，就 OK 了，因为那个激素的作用只有15分钟而已，就不会觉得饿。对，你就这样喝，这个感觉肚子有东西了，有进去了，15分钟之后时间过了，好了，不饿了，你就会发现，原来时间到了，可以吃了。你就会发现，其实这样子利用一些一些简单的工具，一些小产品，然后可以很帮助你，很简单的达到168的这种瘦身的这种断食的一个方法。所以其实很多人就认为说168，像我们有一些同事，他就说好，那我16个小时不吃，我8个小时呢，他就拼命的吃汉堡、炸鸡、薯条那种高热量的，然后淀粉类的，所以其实这是没效的，对不对？是错误的，不是说那8小时你可以乱吃，结果反而吃更多，变胖就是这样子来。是啊，对不对？没有错。而且为什么我们的餐包里面呢，它会加那个膳食纤维很多高纤的原因，就在于说，很多人其实在改变饮食的时候，不管你在做间歇性断食，或者是做生酮饮食都可以，那他们就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会便秘。好，其实人只要那个饮食习惯一改变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就是便秘会出现。所以呢，我们就会在产品里面呢加入高纤，想要去改善这样子的一个排便的部分，让你在做这种断食的部分呢，又可以很顺畅排便，很顺畅，很健康。对，所以其实这个168的原理就是说，让你的胰岛素不要就是一直在分泌，对不对？那你们的产品就是说，就算你是在那个8小时以外，那个16小时不能吃的时候，你不想让它胰岛素分泌，但是你们的产品就是吃了它不会让胰岛素分泌，就是一点点而已。哇，这样真的很棒一点点就不会有什么影响。对，那这样子就可以让人家更坚持，可以做到168，对不对？哇，所以这个需要168也真的是要有毅力，其实要有一些产品的辅助，要不然你平常不是这样的习惯，真的是会很饿。有的人就想说啊，算了，我不要，我不管了，反正我就是肚子饿嘛，管那么多。但是有产品的辅助，可能就会更有信心、有决心去做，对不对？是真的。哇，所以真的是这个产品真的开发的太好了。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想请教谢总啊，那你们像这样的技术真的是非常的棒，而且你们今年研发这么多，那后续你们还有什么样的研发的产品吗？后续像我们现在有猪肉水饺跟素食水饺，是对。后续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产品是强大，对，连那个我们的协力厂商也觉得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新产品，就是我们用姜黄素猪肉水饺。姜黄素，对，姜黄素猪肉水饺里面还有姜黄素。姜黄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大家也是说，吃那个好，对，姜黄素猪肉水饺，还有里面还有叫胡椒碱在里面。对，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还有推出一个叫蛋心宝，就是用到高蛋白跟我们的锌。就是男生很需要那个锌的部分，蛋心宝这个产品在里面。那还有就是在食用的用品的部分，然后创办人有介绍，就是这就是我们这个这叫颈柱啊，颈柱神柱，护颈神柱，对，护颈神柱的部分。对啊，现在用3星，对，因为是神柱。那这神柱里面呢，它其实也有添加性行人。是。对，而且它因为它这个地方是刚好接近我们的脖子颈椎的部分。那颈椎的部分，它离我们的心脏其实心肺是蛮近的，所以我们的性行能就针对所谓的心肺方面的、心血管方面的性行能，然后做一些加强，做加强的动作因为这个对我们3C 产品啊，包括现在很夯的一个话题叫做元宇宙。对，所以元宇宙之后都会戴那个很大的一个头盔，是对。那以后呢，头盔戴上去之后，那有重量，那我们脖子颈柱呢，它是一个细细的一支，很辛苦，对。所以呢，当你戴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保护的话呢，你那个颈椎就会歪掉。那颈椎一歪掉，有时候会侧弯啊，有时候是会反曲啊等等的部分都会影响。那当颈柱的话，因为脖子它其实离我们的手其实蛮近的。所以当你的颈椎如果歪了，你的手也会麻，然后再来你的颈椎的部分，它是连接我们的心血管，从心脏到我们大脑，所以当你的这个部分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肺的部分，所以我们特别做了这个颈柱的部分。那之后我们还会有很多的研发很多的新产品出来。
哦，包括湿的，包括用的哦，那所以这个就比较能够配合我们之后所谓的，这么完全就要符合我们这个量子纱之后的一个不是所谓的信息能量子科技厨房的一个概念哦，所以跟我们的饮食是有关系的哦，因为我们这个科技厨房的一个概念就是市面上所有的外食的这些餐厅，其实它都没有考量到所谓的营养学的概念，还有养生的元素把它放进去，哦，所以我们之后会朝这个方向去进行。对，所以其实大家也很期待哈，人讲这个吃饭皇帝大民以食为天嘛，所以其实呢，在吃的这方面真的要养生还要保健。那一开始我们创办人就有讲到养生保健，它是从厨房开始，那从饮食中要来创造这个健康哦。所以未来啊，我们就是真的很期待这个厨房的诞生呢。所以未来怎么样去推广呢？创办人，这个事实上我们从小呢，因为台湾的经济也很差啦哦，以前小时候，对你小的时候，所以阵脑饭人吃就袂歹啊。对哦，然后食番薯签啦，食番薯签布对啊，食一百了。所以那即卖的人啦，吼，那要健康啦，我若当着人，我拢讲你若50岁以上，无咧做粗重的，不是劳动力者，是你上好唔通食饭啊。哦，我把我最喜欢吃的那个面包我都戒掉了，所以简单，所以那个名医宋燕人讲吼，只要糖跟碳水化合物，它就是毒，它就是毒，而且吃这个糖会上瘾，很难戒，很难戒哦，所以168，事实上我觉得像我做起来就觉得很容易嘛，就很容易吼，而且我们团队里面有瘦10几公斤，好像有一个超过50公斤呢。对，听说瘦很多，瘦很多。那像这些他要减重的人，他之前已经弄700告这边了啦。所以宋燕人名医有讲哦，他说体重管理5年内不复胖的，你瘦下来无个肥回来，无到5%，95%的人个肥回来。如果你用的方法是错的，你的逻辑是错的。尤其你让胰岛素那上下好像那弹簧床。一顶头皮，那个长期下来一定糖尿病。所以基本上呢，我们真正就是说，计划就是说，我们从第一个旗舰店，接下来我们有一个规划啦，一个规划就是我们在引领我们的旗舰店要成立一个那个示范的厨房的那个模板那边有一个那个训练中心，在训练我们将来要直营店加盟的。接下来我们会规划。可能现在目前是着手跟中华医事科大要规划来一个什么厨艺跟营养学的专业培训。专业培训。对，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服务人员、我们的厨师，我们内部要考试，考营养方面的这些，尤其针对你要体重管理。譬如说我现在所可以接受，如果我们真的要健康，要吃物件，那千万问人吃饭未？问人吃饱未？你要问人吃未？无吃上好。无吃上好。真正，你若站一条，所以我过去就安尼讲嘛。迄个食较少活较久，食较歹活较久。现在呢，我要修正这个，是你在对的时间用吃对的食物，你身体就会健康，你的体重就会受控制，是，而且很轻松很愉快。打个比方，我们年纪大，膝盖会退化。如果你的体重少5%，如果你原底80公斤，你减4公斤就减5%，你的膝关节的寿命可能会延长5年以上。哇，这么多因为他每天在承接嘛，又是上下楼梯，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计划就是说，我们要从，因为怎么样？因为教育是100年大计，厨房是养生重镇，所以我们希望从教育着手。我们要培养我们将来在开设我们宏威信息能这个量子科技厨房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达到我们所要求的专业知识跟水平。而且客人他会来问，我想要哪里吃这？像我们将来要建立给消费者，我们第一道菜就是500cc 的水，先加500cc 的水。先喝500cc 的水，这很重要。这个不勉强的，他会问为什么要喝？我们要讲那个论述，而且我们那个水不是一般的自来水、矿泉水，我们那个水是信息能水。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哦，台大医院呢，它是没有中医门诊哦。前后有2个医院是没有中医，一个台大，一个成大。他们是以西医为主。对。但台大竟然有一个信息医学门诊。哦，信息医学信息医学。它主要治疗方法就是强调也不吃药。哦，有的方法是喝水，信息水。这个台大前校长李世成，他当校长的时候，他有派一批医生到美国培训这种，他们叫所谓蓝氏疗法，就是讲白了，它就是一种自然医学的一种，牵涉到信息。我听他的演讲跟了解，跟我们在推广的大概不谋而合，所以我们将来我们的养生保健的这种信息能厨房，就是要主轴这个。那接下来像我们在像宋燕人讲，咱吃物件上重要就是安那，先吃蛋白质，再来吃纤维。你要吃饱就好啊。你后边自从我做168间歇性断食到现在，我几乎没吃饭。偶尔吃一嘴2嘴，因为我太太伊讲啊，这嘴有你吃，我就甲吃。我唔捌家己主动去添饭来吃。到现在到这个月底，我已经满1年了。我没吃饭。那个面包类我少吃，但是我们也有人问过啊，你那卖水饺冇淀粉啊？但是那个水饺的那个淀粉呢，那个占的比例很少，但是我们的淀粉跟外面的淀粉不一样，我们淀粉是有做信息能水转植过的淀粉，它会燃烧脂肪的淀粉，它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宋人讲，就是说你的饮食要有一个餐盘。上重要就是安那。爱吃蛋白质，再来吃蔬菜，是，全谷类你若吃饱，这免吃不要紧。全谷类的那，忙去吃精炼的白米面条，它像菠萝面包叫剧毒，白米叫极毒，叫极毒，真的，那医生讲的不是我讲的，我讲了水果呢，水果如果可以，你若禁袂掉，我建议卖价，因为现在的水果，宋医师讲，现在的水果怎么来的？是农场制造出来的糖果，农场制造出来的糖果。你当然少吃，尤其上了年纪的人一定要忌口。少年的较好种较好照，吃不要紧。年轻人呐，就是但是你若每天拢喝碳水化合物、喝糖的饮料现在嘛十几岁的中风的，嘛为了洗肾的啊，嘛为了糖尿病一堆啊，所以这个都是饮食。所以为什么我在强调都是饮食引起的？所以为什么要从饮食中创造健康？这是我真正的一个很大的体会。简单跟大家说明到这里，谢谢。对，谢谢创办人的分享哇！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就是说从中有了解到这个168，那当然就是说你要执行168有好的产品来辅助的话，就可以比较有恒心，比较有毅力去做。那当然我们也期待说这个宏威的这个科技，然后信息人的厨房可以赶快推出，让大家吃到可以健康，然后建立那个正确的一个饮食的观念，这很重要。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请3位来做个结论。我们先请营养师。是因为我们其实就是要想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吃饭红地多嘛，然后饮食是根本，所以你其实吃错食物比不吃还要更严重，所以对，所以在选择食物的时候，食物的种类的时候真的很重要。所以我们最后呢，我们真的是很诚心的要提醒大家说，尽量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是以原型食物，就是蔬菜，然后呢这种东西为主，然后鱼豆蛋奶。这些通通都可以吃，尽量就是选择天然的食物，可以让我们身体获得足够的营养，能让你越吃越健康。就是尽量不要吃一些加工类的，对，原型食物是最好的。对，是的，是好。来，总经理。其实宋燕人医师他的演讲我有看过，那他的有一段话非常，其实打到我的心里面。对，哪一句话呢？这句话就是“百病肥为首，万疾胖为先”。对，所以就是在整个肥胖的当中，就是你会当你的体重有控制，那还有再就是不要去增加
它增加所谓胰岛素的一个分泌。其实像在台湾，其实台湾癌网你知道是什么？哪一种癌吗？癌网肺胰脏癌，对，胰脏癌其实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是很难检查出来。哦，那你做很多的包括自费的检查，其实胰脏癌其实很难去被检查出来这种东西，所以它很难预防。当你会痛会不舒服的时候，通常一检查就是末期。那你如何去避免所谓的这个癌网胰脏癌的发生？就是有一种方法，就是减少胰岛素分泌，让它减少做工嘛。是。那减少做工就是这个168的方式，还有我们这个168的这些厨房的方式，其实都有在帮助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也可以避免这癌网的这个胰脏癌的发生。所以这句话其实让我真的非常印象深刻。这宋彦仁医师他写的，是我想很多人都印象深刻，印象深刻。所以这个我分享给大家大家也是注意说，我们这个在整个身体健康跟我们的体型、体重其实有关系的。对，谢谢。没错。好，来最后请创办人帮我们做个结论。我是这样，我们都知道那个病从口入嘛，咱吃物件引起嘛，但是咱若吃对，如果我们吃对的东西，吃对的食物，在对的时间吃，来价钱就是从饮食中创造健康。所以这个要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家长所有的每天都要吃东西的人，都要先具备正确的观念跟知识。那我们公司呢，就主要就是要传播传导这样的正确的观念跟知识。只要你照这样的观念来享用你的3餐，你自然而然你的健康就慢慢得到恢复跟改善。不管你是不是我们公司的顾客跟消费者，所以正确的知识，在对的时间吃对的产品，你就是从饮食中创造健康。如果你在不对的时间吃东西，吃对的东西那也错，在不对的时间吃不对的东西，那个路畅，那个病从口入。所以最后呢，在这里祝福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呢，每一个人呢，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谢谢，感恩。没错，从这个饮食中呢，创造健康真的很重要。那今天呢，3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分享了正确的观念给大家做个参考。荷兰这几所刚小创办人、总经理，谢谢，还有营养师，谢谢你们3位到节目当中。荷兰启明喜下这波的底价各级短了，咱再会。